今天一直在下雪，蒙古包上面都是雪，不然弄得太厚了，得把它赶紧清理了。等会儿弄完草再吃。请你们吃一口。这些羊一天得喂20块草，不然它们吃不饱，还得给它们饮水去。得把这些草都分开，不能让它们挤住，不然它们也老打架。今天天可冷了，冻得我鼻涕都出门了。这是我上回去麒麟买的山楂，还能做点零食。今天真的得吃点清淡的，能烤个红薯吃。差不多了，让它晾一会儿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哎呀，疼，这可甜了。这个也甜。冬天这个和这个这是绝配。